今日嚟測試下邊個起泡膠好玩啲。呢個係1號，呢個係2號，呢個係3號。先嚟測試1號，比較硬，容易傳，好難發聲。而家係測試2號。好遠，仲有啲咩啊？起泡一般般，發聲好好。咁係咪好過起泡膠1號啊？係啊。而家試下第3號。第3號起泡性有啲難，但係拉伸幾好。起泡唔好，啲聲好難發出。大家中意邊一款？中意第1嘅扣1，中意第2嘅扣2，中意第3嘅扣3。1、2、3。